头来规台湾来行透透，这几天5日这少年线假期，真侪人来到宜兰新的观光所在来行打。这是伫东山乡叫做板壁山区梅花鹿生态园区，还未开幕就已经先引起话题。差不多200外平园区拢总饲25只梅花鹿，民众会当伫咧青色的山轮啊、真蛙、鹿啊来食物件，会当讲是咱台湾版的奈良。业者特别经历咧5日这少年线假期开幕，变做上新的拍卡风景所在。青色的草地顶悬有真侪只真古锥的梅花鹿，这是宜兰县东山乡梅花鹿的生态园区。选伫个5日节连假的第一天来甲开幕，伫个透早园区的门口就出现真侪人来排队。小朋友都玩得非常开心，而且这边的路就是他们都很热情，会来吃我们东西，不会怕生。有真侪家长带囡仔来这要含真古锥的鹿仔这个板壁来翕相。因摕园区准备的这个牧草、新鲜的红菜头啊，安尼通真挖进来饲鹿仔。不过这只鹿仔拢唔食，互这个查某囡仔真无奈。边个家长是看到安尼笑嗨嗨。不过另外一边煞无共，颠倒是鹿仔囝惹查甫囡仔要讨食，安尼甲看规个园区四界拢有欢喜的笑声。有时候他只是告诉你我想要吃东西，那他会拉一下你的衣服，只是会不小心可能不小心夹到肉这样。进来就是尽量放轻，动作放小啊，就不要跑。基本上他们都会乖乖的。这个生态园区拢总饲25只梅花鹿，差不多有200平。其中这个青色的小山轮啊，会当予游客真挖进来饲鹿仔，算是台湾版的奈良。啊，这伫开幕进前，早就已经伫个网络引起一波热烈的讨论。伫个短2个月内，就立即超过300万条的热搜量。即马正式开幕，游客卖卡要来含鹿仔板壁来做伙翕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